我头这度，你别叫我饶。袂用的，姚兵是查我伫这个镇海时，我若是走去，不是连累一老师，搁无辜，搁转世的人呢。阿爹，我是你也是搁张副将，赶紧先走，我叫来去甲姚兵过一个意思。慢车，姚将军，你是朝廷的栋梁，哪会使轻易来牺牲呢？姚将军，不管是真还是假，只要阮交出一个冤的走出来，就会使免去全市的威胁。请甲无将电话撒过。袂用的，为安尼去做的。元宵的，那无要你死，讲，紧讲啊！有元宵在厝。爹，你唔通过头伤心，保重身体要紧啊！你快天保护，爸囝交的人，如同生龙活虎同款。如今死的死，出家出家，失踪的又失踪。叫我要怎样对咱娘亲交代？爹，娘亲是痛啊子啊！会当早日到位，好灭了不了。替你3位兄长决定
受虎将报仇。爹，人阮阿洪兄就要派兵包赵大人为你了元帅，为什么你要自告奋勇，情愿领兵去咧？敢讲你袂记又甲搁咧台湾收信？你这个戆囡仔，为夫当然袂当去袂记。你也知影，赵大人甲杨家，因的交情是真正好。一旦闹去领兵时，一定日夜兼程到五台山，杀退辽兵，救出杨家上。遐若安尼生，人要报什么冤仇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要故意拖延时日啦。无对，现在兵权操在威虎的掌中，我等你杨家上拿做一死了了，则兵进五台山啦！好办法，好办法，这是好办法啦！兵高长，天波府下台军告。好，这老查某来吃，请你们。是。感动。我这个老查某已经家己入啦。老太君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老太君下罪啊！潘大师嘛，你唔免甲我客气。老太君，请坐。老太君，家多闲事啊，唔知有甚需要指教？听讲皇上点你为二路元帅，特要带兵去五台山接应阮杨家将士。是啊。那安尼你何时要启程呢？老夫拍算3天后才启程。潘大师嘛，阮杨家将为要保护皇上，才会被困在五台山。有道是救兵如救火，如果你若搁再延几工，恐惊阮杨家将就永无回家之日啦。老太君，也既然你也敢死讲这，老夫就即刻启程。葫芦岛的手下，伊讲伊伫咧镇海时有看到杨六郎，想袂到只不过是一个宋军的副兵，害我伫咧空欢喜。讲小妹啊，阿姊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？杨家将是无遐尼简单应付的哦。阿姊，你敢毋是讲杨家将是偌尔英勇，偌尔厉害？即马七祖八煞已经死3个人，失踪4个人，现在只有剩一个最可恨的杨六郎，甲伊的老爸，互咱围困伫迄个城内。看来杨家将也只不过是一个刀躯虚名。终究你是错认真，终究你是太年轻，才会当兵30万，无价破声为哪包？无价破声为哪包？爱看这正太艰辛，城内不少2万人，了伊天行伊下令，厝时有酒在伊边，厝时有酒在伊边。并为这太心中，为求我君王思想，受声乃是杨家将，战略高超，苗
阿姊，你对杨家将有原是赞不绝口，也那安尼阿姊，那是啥物时阵才要进行呢？听后声来，那是全娘的时阵。哦，我已经有下命令啊！我命令所有的百姓、生理人，拢禁止在优秀城出入。阿姊，你实在真高明。也那安尼是，咱也甲因全娘，唔惊因杨家白囝袂好好啊来甲咱斗下。